来，为今仔日开始，买喙安有新措施。大人每14天会当买9片，囡仔每14天买10片，而且无身份证单双号的限制。结果台北遮早起过来出现着排队买喙安的人潮。为着要照顾伫海外台湾人，嘛为早起的9点开始开放，予民众来申请，会当甲喙安寄去国外予亲人。但是，即摆全世界有111个国家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无咧收包裹。若要寄，就要注意，若无就做白工咯。排队排甲长，拢无看到尽头伫倒位。洗一大日啊，总算有看到。不过，这个人潮好亲像比平常时加将近1倍。我们以前来都排比较少，8点半来就已经排到12个、13个了。这妈妈阿婶拢有准备的，因拢家己早椅仔来，还佫有阿伯惊无聊，嘛有早杂志来看。4月初9，喙安是名节，大人14天9片，囡仔是10片，而且袂佫受到身份证单号双号限制，提升购买利便。今天这样子比较好了，之前比较麻烦，因为我们一家3口，我要跑2趟，如果太晚来了，我又买不到。不过一天9片的量，这药师是加真辛苦。要 double 的时间，希望是政府能够包好送到药局，又省掉我们社区药局在分装口罩的一个时间。除了实体药局购买以外，顶礼拜就已经伫网络订买喙安的人，买当伫4大超商的通路来领喙安，都是预约下1礼拜量，而且全联甲的连锁嘛有加入预订行列，互无多排队的人有其他的选项。经济部嘛，伫4月初9，同时开放喙安申请寄送予海外配偶，或者是2等亲的服务，上最2个月30片。入去经济部网站申请资料，填好名姓、身份证字号、双方亲属关系数量甲金额，经过查核确认无问题。得到许可了后，相继邮局甲快递公司都会当伫4月初10受理第一批寄送海外喙安。不过有111个国家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暂缓受理包裹，包括着阿拉伯联合大公国、印度、卢森堡、希腊、意大利、德国、加拿大、纽西兰、澳洲、夏威夷等等。要寄送进前，一定要先看清楚，才袂白了工。